家好，欢迎来到请你讲台语。今日这场图内底，碗盘仔塌到安尼，互我想起细汉的佚佗物仔红仔飘。我是云林囡仔，迄阵耍的是放假杜面塑胶片，阮拢叫伊pinpin。台语讲法是斗片，嘛有人讲拼呢，互用朋友讲扁扁、扁扁。中立朋友讲壁箍，话阁讲倒转来，艺术家嘛真正厉害，为着要翕即张相，卡做安尼。有时阵去爬山，嘛会看到石头阵，听讲有祝福的意思呢。你敢有耍过塌来塌去的佚佗物仔？分享互大家知影。